台南文化中心是培育在地表演艺术的重要场馆，今年将迎来39周年，特别以层叠水路顶潭文化溪流知名册展，用水路为概念，因此台南文化中心为伫地溪源头的地理意义，同时见证南台湾嘅文化展。这一次很希望能够用层叠水路这样的一个主题，帮大家重新呼唤起我们人在居住、劳动，还有所有文明发展的过程里面，其实跟环境是息息相关的。看来是有高度的事情，那个高度的事情其实是重新在回顾我们的脉络。那个脉络是除了是整个台南文化发展的脉络，也是一个文化中心位在这个地方跟整个环境之间。那个整个脉络的重新的再连接。这次馆庆包含剧场表演、户外演出、室内活展览、工作坊以及论坛，总共18场系列活动。市长黄伟体特别甲参与团体斗阵暖心宣传，同时也颁发感谢状，予赞助馆庆的企业。是我们文化中心第39年、第9年，这个民间，而且能够让这个它的一个设备。可以说是在当时、当下跟现在也都是非常好的，音效、音场都非常好。但这只是硬体的部分，有一个好的硬体，但是也希望有更多丰富、充实的文化内涵。10月14、15号将举办馆庆开幕仪式，除了有道地的文化气质之外，嘉义海南天一队也将带来精彩的表演。还有一个台南在地优秀团队共同举办水路运动会，将户外水池变成剧场。这一系列活动将留咧到11月16号，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来欣赏表演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